區裡頭，我們有一個福氣號是跳島的一個小旅，可是沒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須仰仗，有時候到布袋去，有時候到高雄去搭郵輪才能直接到澎湖。未來這邊弄完之後呢，那這個地方就會直接到澎湖去。我們這次的浮動碼頭的部分，包括遊艇、漁船都可以直接來這邊，就有效能的去做處理。過去的浮動碼頭狀況比較不好，那大概只容納40台，那這邊可以容納60台，又比較新穎。配合整個將軍漁港的部分，我們這邊也做一些規劃。我們會希望把土地變更完之後，包括旅宿業可以進來，包括一些那個觀光旅遊業可以進來，那可以活絡這個地方。所以從土地解編到漁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說將軍港未來能夠，不要只是封閉性的一個小漁村的漁港，變成一個大開大合觀光性的漁港這樣。因為去年的這個風災導致我們原來這裡有2座浮動碼頭就都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有去跟中央去爭取經費，來做了3座這個碼頭。第一個是它是能夠讓我們的這一些漁業的活動能夠持續進行。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個碼頭變成是它是浮動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響，讓我們漁民要上下這一些貨物能夠比較順利。第三個是其實它整個的穩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碼頭更好，提供更安全，整個比較美觀，這樣子對於我們港區的環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從將軍港到澎湖的鎖港是最近的海運距離，所以要到澎湖本島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島，從將軍港出發是一個最短航線的一個港口。一個交通船的開通，可以帶來一些遊客駐足在當地來做消費。以後規劃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個班次，冬季視海象狀況行駛。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大家知道這個浮動碼頭其實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動碼頭最好用。那我們將軍漁港離澎湖啦，或離一些外島，其實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們很期待這個浮動碼頭將來能夠再重新打造將軍成為一個旅遊觀光的景點，就像安平一樣。非常感謝水利署這個水資源署南區分署的這個我們的這個補助了8400萬，能夠讓這個浮動碼頭工程呢得以順利。我們每年在將軍港漁港這邊有將軍吼，但是除了將軍吼之外，我們有更多地方觀光活動即將展開，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而且連城周邊包括北門的真阿卡，還有包括將軍的生命樹，還有包括七股的西湖，這一連串都有非常多的景點值得你來。所以你只要來將軍，那很多地方都是一連串的玩的休閒娛樂都非常方便，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漁港哦。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31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受到安平上港擴建、極端氣候、風颱等等原因的影響，台南市黃金海岸的沙灘流失的問題是愈來愈嚴重。20冬來，海岸線已經退休超過30公尺。在議會專欄報告當中，水利局長區中川表示，經濟部甲台南市政府合作，目前第6號船運輸正透過設立離岸堤、甲人工湧灘等工程，總共開了6.4億進行搶救，預計116年8月會當完工。台南黃金海岸有將近5公里的沙灘，不只是當地出名欣賞黃昏美景的地標，在政府陸續完成環境優化以後，準屋嘛已經順利規劃經營，希望打造成台版邁阿密海灘。不過海岸潛在危機就是沙灘流失嚴重，20冬來海岸線已經大幅度退休超過30公尺，所以議會特別召開海岸流失的專案報告，因為除了河堤安全性，發展觀光競速挖掘擴寬沙灘，
要求要有具體對策甲成效。就是山頂，那做一片風台，咱的每一條溪的遺址啊，海沙 L 溪沙，就是一定一個掛提出來。那麼上大升的時陣，咱就去做南河堰，就來把每一條溪的沙攏來長起來啦吼，所以造成咱的溪沙無法度一直來補充着咱沿海的沙灘啦吼，這是不是最早咱政府的措施始作俑者？你們可評估的成效是如何？我們都相信明天會更好，但是那是一個 roughly 的一個講法。我要講，作為專業的人士來說，你這邊給我們的訊息花了將近7億嘛，6.4，是不是？好 ，OK。那你說明年改善會到什麼地步？整個海岸的防護，它有很多因素。第一個是漂沙，第二個是洋流，第三個是季風，第四個是颱風。這些都是整個會對海岸的侵蝕或是淤積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做任何的一個海岸防護工法之前，我們都要去做研究。那今天我們針對黃金海岸這一部分，那當然6合分署也針對這個黃金海岸，它有去做深入的研究。最近他決定用養灘加離岸體的工法。離岸體它好像是要做5座了哈，5座離岸體。養灘就將近做18萬立方公尺的養灘。那它沙的來源是從北方，就是那個淤積的部分，再把它載過來。距離差不多4公里的左右。把這個事實上它是這樣子的，就是有一邊淤一邊輕嘛。淤積的部分，它就用人工的方法去把它載過來，距離到4公里的，然後把它載來這個侵蝕的這一部分，然後讓這個灘能夠保住。離岸體它最主要是防這個波浪。我剛剛講說有洋流有波浪這一部分。離岸體的部分是這樣子，原則上整個總工程費是離岸體3.2億，養灘是3.2億，總共是6.4億。我相信這個做完，因為是有做研究，應該可以達到一個海岸能夠保護的功能。台南市海環防護除了黃金海岸、北門、展文海坡地、7個鹽殘的海堤、加下湖沙洲等風地，嘛攏是一級防護的重點，必須議員關心。對此，區局長表示，中央依照監測調查，論經有具體計劃，持續投入經費防護當中。台南新聞軍籍張偉忠採訪報道。日本松本7月28號發生規模7.1的地震，造成多位民眾死傷，多處建築道路橋樑毀損。市長黃偉哲31號宣布，市府正式開設0728日本松本賑災專案，觀看期間到8月31號，希望匯集台南市的善意，成為日本災區中堅的重要力量。日本松本縣規模7.1地震，傷亡人數持續增加，多位公共設施、建築物、徛架，甚至是道路橋樑攏損害。台南市府這幾天不但接到內省市民詢問捐款的代誌，市長黃偉哲也高度關心，因此宣布開設0728日本松本賑災專案。一方面密切關注在第一時間就表達這個慰問第二時間。接下來的時間呢，我們也積極籌備如何幫助他們。台南市消防局特搜隊也整裝待命等待需求以及中央政府的一個命令就可以馬上慈腹救援。很感謝大家。那我覺得台灣跟日本是有每次碰到災害的時候互相幫忙。黃偉哲市長，這次決定這個年底的那個活動，日台交流的關係也會是越來越緊密。台南甲松本的魚土市、魚城市、美麗町攏是友誼社區，菊池市、嘉左町甲東區、安南區也有簽友好備忘錄。過去2016年的0206大地震，2025南西地震，台南市防災
攏有收到日本熊本縣的援助以及捐款。专款专用，提供給熊本來作為災後復興跟這個撫恤之用。那希望從現在開始一直到8月31號，大家也能夠踴躍捐書。那這個捐書的賬號也會公布在台南市社會局的網站。社會局提供鎖定平台以及台灣銀行台南分行臨櫃匯款兩種方式，所有善款將專款專用並定期公開公告，呼籲各界踴躍響應，讓台南的溫暖傳到日本，維持善的循環。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由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主辦的2026一箭雙雕藝術季，7月31號到8月30號盛大展開。今年的藝術季首次以全新設展概念，打造上展區7大主題空間，透過岩雕、甲鋼雕的藝術以及體驗，帶領民眾重新認識雲嘉南濱海上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資產岩。請啟動2026一箭雙雕藝術季正式啟動。2026一箭雙雕藝術季正式啟動，今年以發現眼裡的光為主題，將傳統鹽業文化與現代藝術創意結合，不僅活化百年鹽田，也為地方觀光注入活力。活動兼具教育、觀光與產業推廣價值，有助提升雲嘉南濱海地區的品牌形象。希望說能夠讓大家值回票價，在未來的每一個活動當中有更豐富、更能夠延伸，就是你來一道，佫想要來第二道，佫想要來第三道，這就是一個所謂的粘着度。舉辦至今第14年，這回首次規劃七股北門雙展區，其中瓦盤鹽田光雕打造鹽田光影步道、光筆沉浸式體驗、社區共創花燈、光屋迷宮以及熒光塗鴉牆等特色展區，透過藝術與光影呈現鹽文化的全新樣貌。借由不斷的創新，能夠借由生態永續的概念，借由廢棄的一些材料呢，創造出不同的一個藝術作品，相信這樣一個平台呢，也更具有國際性的一個展現哈。除了藝術展覽外，也同步推出限定優惠遊程，遊客能夠放慢腳步，感受鹽田風光。活動期間，每個週末也都有多元互動體驗，讓鹽的文化保存不再只是靜態展示，而是成為全民都能參與的藝術盛事。記者邱懷談的報道。2026佳人鎖港季主題日活動，佇個八斗子漁港盛大登場，80台特色市集甲人氣的活動，吸引真濟市民甲遊客去參加，體驗佳人獨一無二的港灣魅力。苗生你好，你好，嗨，說市長加油，好可愛哦。由市政府產發處舉辦的2026基隆鎖港季主題日活動，在八斗子漁港盛大舉辦。市長謝國良到場與民眾同樂，現場規劃約80攤的特色市集跟精彩活動，像是一夜干 DIY、海鮮競標拍賣會、免費小卷品嘗，都是人潮滿滿。好，走了，謝謝。好，謝謝。好，謝謝。鎖港季哦，我們以為要用發小卷試吃給大家，邀請大家來試吃。這小卷是用基隆在地的鮮甜又美味的小卷啊。另外我們產銷班哦，還有劍蝦、天婦羅來供應我們這些民眾來吃來享受。就是歡迎更多的朋友來到我們碧沙漁港。碧沙漁港未來的亞果遊艇碼頭也是獲得了全台灣的促餐招商縣市政府的第1名。去年昨天我們去領了3個第1名的獎項，所以也是幾乎是縣市政府裡面最成功去年的一個促餐案件。在這邊也恭喜我們的八斗子碧沙漁港。每年在主題日的時候，其實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就只有1天的時間，所以非常可惜。所以呢，我們今年就擴大整個鎖管月，就是每個週末我們都有辦這個鎖管周週市，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巡迴的演出，讓更多人在這個月裡面能夠充分更認識基隆鎖管季，然後透過一些市集、手作，還有這些鎖管的教育，讓大家更深入了解這個鎖管季的由來跟這樣的教育。
基隆所管季主題日帶領民眾體驗豐富的漁業特色之外，晚上舞台區還有音樂表演接連登場，讓市民跟遊客感受到滿滿的基隆港灣魅力。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基隆市登錄民俗文化資產的和平島王爺海上遊港圓滿舉行，活動是由保存者和平島夏靈廟主辦。一早起，三府王爺正式移駕王爺福船，展開1年1度的海上遊港巡境，結合祈福甲陸上示警等儀式，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漁業豐收甲海業平安。和平島王爺海上遊江正式舉行，信眾200多人搭乘5艘船隨行出海，前往正濱漁港舉行獻江儀式。遊江的船隻前往新北3號漁港，繞境瑞芳碧雲宮，再返回基隆小體碼頭舉行獻江儀式，最後返回和平島正濱漁港。像南部東港那一邊是用畫的啦，就送瘟疫，但我們北部這邊，我們這間社靈廟是比較特別，就是王爺的交通工代天巡守的交通工具，他就是坐着王船，然後去巡視我們北海岸，然後一些有功跟我們一些分靈出去的廟宇，這樣子。和平島社靈廟的三府王爺承載了200多年來地方居民和海洋共生的記憶。和平島王爺海上遊江已經登錄為基隆市民俗文化資產，包括民政處長呂慶偉、副處長盛惠忠及文官局長江庭梅都親自到和平島迎接返港的王爺神尊和隨行的民眾。環團祭也辦了10幾年，也感謝這些好朋友、這些信士都來，今年快到400個人。對，我們網絡一報名就很多人。那我們這邊的是不燒船，我們不燒船，我們跟東農工會比較不像。比較感謝的就是我們去年有得到一個那個文化無形資產，在文化部裡面有得到。那也感謝基隆市政府，我們都是用游江的，然後回來我們會駐紮在我們的廟裡的左邊。對，還蠻殊勝的啦，很莊嚴啊！希望大家能夠踴躍來共襄盛舉。大批信眾隨着三府王爺遊江祈福，在基隆和平島當地深植民心之外，也展現地方信仰和社區凝聚力的文化資產。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高雄軍校路608巷過往的路樹上過紅，不止擋着路燈甲反光鏡，而且樹根竄出，嘛破壞圍牆甲路面。其實，這批樹木是30當前里民所種的，但是今麥卻無人出錢來維護，所以中油佇個日前已經將樹仔全部撤掉。雖然無樹木列日，毋過互里民通行更加安全。乾淨的圍牆邊可以看到軍校路608巷高爾夫球場旁的樹木已經被砍光。回顧過去 Google 的街景照片，當時路樹長得太過茂密，不僅遮住反光鏡，甚至也蓋住了路燈，對民眾的行車安全造成極大影響。它的樹枝長得太茂盛了，擋到路燈，會造成路燈光線照明不足，開車、騎車或者巷子出來的地方都危險。方方正迄塊行吼，早就有時候，大家攏來講，家己長講，樹攏早就行啦，害阮蝦米弄着啊，安尼。軍校路608巷過去並非正式道路，是30年前由里長號召里民種下樹木。10年前在民代協調下，中油曾經協助修剪。不過現在中油希望當初種樹的民眾自行負責維護。經里長詢問後，當初種樹的里民及其後代都無意願出資維護，因此中油決定將樹木全數砍除。有人種啊，他就好玩啊，老頭子啊。你爸爸種的，你的兒子是不是
傳承啊，你是不是有義務要去修剪你爸爸種的那棵樹啊？然後他就是隨便你們要怎麼做啊。他這一句話講下來，我沒有話講，所以是那個煉油廠講說，里長，我們長痛不如短痛，我們趁這個機會把它全部把它刨除，然後呢，我們就把45公分，我們會一次把它鋪上那個水泥柱，他們也要長時間的讓那個樹頭能夠自然的萎縮。啊，光線較好啊，啊，閣袂抓到電火啊，啊，你啊，人要徛人加足光的啊。過去這些路樹因為過度生長，不僅擠壓圍牆，產生倒塌隱患，亂竄的樹根更導致路面凹凸不平。隨着樹木砍除，現在雖然少了茂密的綠蔭，但是卻可以換來更安全的通行環境。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慶祝這運三明線正式通車，鶯歌區公所特別舉辦創意畫圖比賽，今年創下11屆以來上懸的紀錄，收件數超過1900件，甚至還有來自花蓮、屏東的作品。參賽者用畫筆來畫出對三明這運、甲鶯歌在地文化的美好想象以及精彩創意。為呼應捷運三鶯線於6月30日正式通車所帶來的交通新契機，新北市鶯歌區公所舉辦115年創意繪畫比賽，以“罌粟前進，結伴去旅行”為主題，邀請全台民眾以畫筆描繪搭乘捷運走訪鶯歌的創意旅程。本次活動獲得全台大朋友、小朋友的熱烈響應，共募集超過1900件精彩作品，創下歷年新高紀錄。鶯歌區公所表示，今年的參賽作品不僅數量突破以往，整體藝術創作水準更令人驚豔。從幼兒組的童趣色彩、學生組的創意構圖，到社會樂齡組的細膩觀察。不同世代的創作者皆巧妙地將捷運意象與鶯歌陶瓷文化、百年老街、新北市美術館及城市地景完美結合，充分展現對鶯歌城市風貌及未來發展的豐富想象。針對本次盛況，鶯歌區長曾明華表示，今年的作品內容不僅豐富多元，畫面感極佳，也期盼借由此次活動的推廣，進一步帶動鶯歌的觀光熱潮。那我剛剛看到整個作品裡面有把鶯歌的美食、陶瓷文化，包括一些藝術都有表現出來啊，不會說小朋友把它局限在三鶯捷運的通車哈。那當然，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一起來慶祝三鶯捷運線的通車。那也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夠坐我們的三鶯捷運線來鶯歌吃美食，逛鶯歌的陶瓷老街，還可以去我們的順龍步道走一走，讓整個鶯歌的知名度能夠大大的提升。親自參與評選活動的新北市議員洪家軍也深受感動。他表示，主辦單位將三鶯捷運的通車喜悅融入本次繪畫比賽，讓大眾能以藝術的方式共同見證這項在地期盼已久的重大交通建設，讓他對鶯歌未來的地方發展充滿信心與期待。那我們也看到有遠道而來的好朋友，包含我們看到屏東啊、花蓮啊，甚至彰化這些很多其他縣市的人來參與。那所以我們希望說，接下來我們的一個頒獎典禮，也就是安排在我們新北市立美術館，也希望借由這樣的一個市立美術館，它一個完成，而且實際來推動所謂我們的一個市民的一個美學，我覺得真的是對於在地來講有滿滿的感動，還有這樣的滿滿的意義性以及價值存在。那希望我們一起加油，對於我們整體的一個地方，還有文化建設、教育工作，能夠有盡一點綿薄的一個心力。那我們一起來，我相信我們這個地方會因為各位的一個投入變得越來越好。本次評選作業已順利完成。面對近2000件優秀畫作，評審老師們在現場熱烈討論，並表示要在眾多高水準的作品中選出優勝者實屬不易。那我們主要評審方面就是說，因為我們是畫捷運嘛，我們捷運到鶯歌，所以我們也會想說有畫捷運為主，然後到鶯歌的一些還是三峽啦，到各個地點都可以，就是說把這些都加入進去，還有色彩豐富啦、主題性夠，就會把它入選這樣。
如果說一個畫室出來，可以他們表現方式都會讓每一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創造元素，這樣子會比較多元性。這些充滿童趣與城市想象的得獎作品，將在8月22日於新北市美術館新美聚落 A2 廳盛大舉辦頒獎典禮，並同步在中嘉寬頻嘉禾的 YT 頻道進行直播。展覽將持續到8月30日。歡迎全台民眾搭乘全新的三鶯線來趟鶯歌微旅行，親身走進創作者筆下的美麗風景。音速前進，結伴去旅行。記者李成浩新北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31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
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